鍾樹根議員，主席，我都係重申嗰句咧，就係話咧，我哋民選嘅議員，無論你係功能組別、地區直選，都係後邊有選票係支持你進入呢個議會。喺議會裏邊係一個代議政制，我哋代表選民講嘢咧，係我哋嘅神聖任務。估不論係咩原因，之前又冇參加好，其實議會裏邊而家嘅例咧，只不過係防止啲人濫用進進出出。如果佢有需要嘅時候咧，其實主席又可以酌情嘅。我覺得既然議員而且有10幾個議員咁大批嘅議員咧要求加入咧，如果用一啲議會暴力去阻止佢係喺呢個議會度發言咧，呢個係唔公義嘅。當然呢個你可以話你旁聽都可以發言，但係連投票權都冇咧，呢個議員咧呢種咁嘅議會制度咧，咁係令到呢啲議員咧被閹割佢嗰個權力，呢個咧係唔公義嘅。雖然有少少嘅例去規限，但係主席畢竟都有酌情權。如果去強調呢啲例咁遵守呢啲法例咧，就唔應該有佔中呢啲咁嘅運動出現啦，係嘛？所以如果真正係維護言論自由嘅人，真正係去捍衛呢個資本主義嘅議會制度嘅人，就應該無需投票。主席，你用嘅酌情權咧，係去通過俾呢12位同事咧，可以喺度有發言權同埋即係投票權。否則，所謂民主派都係一班咧偽善嘅民主派。多謝主席。鍾樹根議員，本席呢，為咗要充分協助你去參與呢個會議，我亦都察悉到呢，剛才我2度係引述公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第4B 段嘅時候，閣下係不在席嘅，所以我好快讀多一次。引述嘥時間啦，我已經好清楚呢條例啦，你自己做唔做係你自己決定，係嘛？你自己係咪一個偽君子？你自己決定啦。多謝。鍾樹根議員，鍾樹根議員，我只係我唔想同個別委員喺度爭辯嚇。呢個會議呢，亦都係大家睇到、公眾睇到嘅，自有公論。但係我只係想指出鍾樹根議員你嘅一個謬誤，我唔希望你喺一個錯誤基礎上面去理解今日我哋做緊乜嘢。主席即係本人係冇酌情權嘅，冇啊！我講得清楚啦嘛，你聽得清唔清楚啊？我係冇酌情權嘅，除非申請預期加入者係以1因病、2未及回港呢2個理由之外，本席係冇酌情權嘅，聽得清楚嘛？我聽清楚，你係有酌情權嘅，不過你唔用啫。鍾樹根議員，我哋而家呢係喺一個嚴肅嘅議事堂面議事嘅。如果你認為我有酌情權嘅，請你指出酌情權嘅根據條文，好嗎？我而家查緊。我俾啲時間你啊！你要幾多時間啊？我或者將呢個會議暫時停止，等你揾出你嘅理由。會議暫停。唔使啦，我而家揾到啦。我宣佈咗啦。